我相信。等会儿进来再给他们的，不要给他们开始交给你们。来，纯羊肉串儿。把我们这小时间都丢到。来，纯羊肉串儿了啊！好，这羊串儿，不是羊肉不要钱了啊！剪刀出烟儿。非常好吃，但是他们在那里来，我是吧？我相信。